大家知道咧，其實過去幾日假期咧，唔少港人都係外遊嘅。其實咧，香港唔少地方都比較冷清，但係咧有兩處地方係例外嘅喎。第一咧就係西沙嘅高柏，第二咧就係而家大家身處嘅位置，就係我哋 CLSC 個示範單位。連日嚟咧都係人潮擠擁，非常之熱鬧嘅。樓盤咧已經成為全城嘅焦點，係所以講話係萬人空巷。我哋所仲要求咧就加推單位係3號價單，係118房，折實均價咧係11,498，係11498，係11498，係屬原價加推嘅，因為咧好多單位咧都係景觀非常之優質嘅。價單第3號，總共118房，咁當中咧1房佔咗15間，2房佔咗67間，3房佔咗36間。至於最平入場嘅單位咧，銀馬雞就係3座1樓 Girl 嘅單位，銀馬係3148400蚊，而最平尺價咧就喺3座1樓 H， 折實嘅尺價最低咧係10237，預計今日內啦，都有機會稍後時間咧都會可以突破18000飛。